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事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孝明。我相信觀眾朋友看到我哋今日來賓，我哋客家 BNP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金良、何主任來到我哋現場嘅時候，都想到講，人物要到嘅喲，我哋咧何主任係咪要帶埋個法通幫我哋咧？冇唔錯喎，今日呢個法通規貼咧，亦係集合到我哋咧客家樂隊同我哋咧教人，呢啲規貼嘅法通，但係法通嘅內容係乜嘅喏？我哋底下請我哋何主任同我哋說明，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何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中心主任何金良。主任，你真係每班人物學我都看到來，我都覺得啊，竟然又可以當個爸爸媽媽吹了。白羊。但是今日嘅法通嗰種嘅貼片，我哋集合到我哋樂隊客家同我哋教人呢啲法通，希望我法通係咪同我觀眾朋友講一下咯？其實因為呢幾年大家係喺上到講，樂隊體系當多嘅方式是來對樂隊啦，做行銷嘛是在做大家對話，還有族群之間自我認同嘅方式，有當多方法，當然我係博物館嘅意思就講，之前我希望講用生態博物館講，大家總條種下嘅故事，攏係用生態博物館總條故事館嘅方式來做。其實以前我有做過講係一個平台，後隊嘅故事、前隊嘅故事，還有做隊友隊嘅故事，同樣嘅會嘛有做相關嘅展示、相關嘅探討。又後來又想到講，實在都以總條來做故事，我有對做對嘅紀錄展，還有萬萬先鋒隊嘅紀錄展。你還想到講，因為博物館大家都冇想講，你下國際博物館嘛會同大家來分享講，到你按變遷按家嘅社會，博物館是在扮演用順嘅角色。我都想到講，未來係後生人對自家嘅總條啦，對自家嘅社會用順一做來做當多嘅相關嘅學習對話，佢上我哋係用教研嘅方式。你拜當然係用優對應該用到國小、美濃嘅會，大家用安尼嘅方式，用到優對自家嘅故事，總條真有名嘅，像你拜俺選嘅係鍾立波先生，佢本身都係優對，咪係台灣真有名嘅文學作家，咪係客家族群嘅公用，佢又係樂隊人。佢是用安尼嘅方式，我希望講教研都係一招，是在發展做自家總條故事嘅親好嘅創發相關嘅先生啦，還有相關學生、社會係關心嘅社群人士，是在共同來做。但是我想過，做埋廿八嘅主題係先用咖喱鋪咯。你係當然呢幾年我咪要學習啦嗬，因為我們之前要做一隻185沿山公路嘅原住民還有客家族群相關嘅故事。你拜同仁想到講，鍾立波先生有一本真有名嘅小說講嘅咖喱鋪。咖喱鋪本身嘅咖喱兩個是對人客家莊嘅人，對樂隊嘅人，一定要自家嘅以前嘅接觸，係講聽人講過乜嘅故事。不過鍾立波先生佢寫了本小說嘅時，看起來係佢自家嘅故事，佢自家同家阿婆嘅故事。呢本書其實係差唔多嘅59年嘅事，意思講70年前嘅嚇，不同嘅家族喺60-70年前一定有自家嘅生活嘅方式，同你下可能有遠冇一天相同。不過看起來用安尼嘅方式，同人看到講，你又有自家樂隊嘅真有名嘅應該文學作家，又講到自家總條嘅故事。還有講到自家族群相關嘅不但係親情啊，嘛有不同文化之間嘅事，到嚟下大家看當到問題嘅事，都會想到講，當到事情是在用安尼嘅方式來重新看以前，還有想象嚟下嘅用順。當然希望係講未來越來越好。佢說禮拜嘅故事都用安尼嘅，其實從呢個故事裏邊感覺當好嘅所在係講。鍾立波先生相關嘅文學，同嘅樂隊限下限係發解方式，
逐日大家都会想到那个事情，因为大家来的兄弟们安做展览时，其七家嘛用李佛先生嘅家人相关嘅，其他当然算係辈分較高咧，看到你都寫哦，其七家嘛用當用心嘅方式，其七家用寫嘅，佢嘛用念嘅同大家來互動。其實我感覺呢都係以前可能大家對李佛先生嘅記憶。透過佢嘅家人，透過佢嘅文章，透過啲嘅學生，嘛共同用一隻家裡譜嘅方式做表演，不管係用客家話來唱，係講相關嘅戲劇啲背呢，佢用當聲曲嘅方式，用當電正嘅方式，安尼聲音嘅表演，攏係真發拍嚟，感覺從現場看起來，感覺講，當家面對講，對有眼嘅是想法講。教人自家嘅先生、自家嘅學生呢，共同來做嘅事，講出來嘅故事，都會俾人感覺講，真有內容，又真有感情啊！因為唔單止講喺我哋北埔客家啦，其實我哋南埔客家，其實講我哋咧山邊，如果喺我哋咧以前講家裡種啦，而家我哋原住民種，可是我相信唔單止講喺北埔客家，南埔客家在早期發展嘅過程裡邊，一定同我哋原住民一定都有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交流啦，一啲互通來講，嗰種當時想到有咩行動站嘅天在讀家裡譜一篇文章，因為家裡譜一篇文章啊，當初看的時候，真是不會改，對嗰時時我哋對原住民的一種刻板印象，真是改變幾多，因為睇伊筆下裡譜嘅家裡譜，如也係阿婆啦，我亦算是透過嘅阿婆嚇。伊筆下面阿婆雖然講係家裡譜，但是伊表現到嗰種我哋講恬靜安靜，甚至是大體。甚至雖然講伊對伊啲也部落家當我哋歡迎嘅狀嘅地步，但是伊表現到嗰種幾從容，嗰種氣派，俾我感覺到侬我伊面對嘅家裡譜係啲，你會因為講伊係本來都伊啲幾有文明，唔會像我講，我哋以前看到嘅原住民樣嘅形象一樣，但是對於筆下地步，你會發現到有位阿婆雖然我哋冇強種族，但是你講伊加入來。伊都愛惜也要種族，愛惜也只順咧，而且我哋講寫叫句嘅，真係帶到伊安尼，帶到伊出意料，安尼吐意出來。嗰種對呢篇文章地方，我發現到講，前面一讀一篇文章，聽嘢就真的會俾我哋感覺到講，雖然伊喺兩個還是家裡譜，至少伊會反映到幾時代，我哋很容易去向我哋原住民，但是你看時間過安多嘅，我哋重新來講一篇文章嘅時間，你就發現到講。其實是伊在看一件事情的時間，伊也要筆下嘅家裡譜，係怎麼的，是如此的安靜，如此的包容，如此的美好啊！呢，嗰時我當時看到學家裡譜也文章，真的是幾好。當然，我嘛看到像主持人講嘅，學生佢很細漢時，佢學習嘅潛力係無窮啦，當到其實嘛相關。因自家做總頭嘅高中啦，主任咧就佢從年到天攏頭對咧條學生想盡辦法，俾佢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好。用較多元嘅方式，其實對自家嘅學校嘅學習還有總頭嘅連結，係產生同好嘅方式。上禮拜我嘛希望下禮拜學校用安尼嘅方式講，而是在讀上禮拜佢因為俺讀家裡譜，大家討論以後，都想做下人講嘅。自家家族嘅相關嘅親情嘛，是的家族嘅發展嘛，是的列到一種是的做探討嘅。當到學校，自家有自家嘅特色，其他嘅特色可能係講以校以特色，不管你嘅音樂啦、文學啦、戲劇啦、相關嘅畫圖，攏是的。不過上禮拜跟學校高中啦主任當用心都講，根本來係用自家所發展講總頭嘅。嘛個食農教育啦，咧就對菜體嘅連結，可唔可以用安尼嘅方式，去hand討相關嘅故事地位，同人有對，同人味濃像李佛先生也個相關嘅家族，以前hand討太魯觀咧就安尼連結起來，
对掠个生人来讲，对其他个生活个事业嘛越来越歹。啊，当然俺嘛希望掠个展览所在时，其实咧使到其他个佛教去运用，咧拜到俺个行通站个用意就安尼讲，一套个相关个六对个故事，大家是咧到总头来用其他个总头个相关个连接也好，探讨也好，还是讲有新增物个，拢袂要紧，因为掠到係我做下报告来讲。总头个人，不管是学生、先生、在地人士，共同来想，共同来面，啊，大家用安尼个方式，差不多用心共同来做，啊，差不多1个月、2个月，又是咧共同来看看成果，啊，对其学习个过程，也个家长不分族群啊，你下族群不单唱系。原住民、客家人、其他族群嘛，改多，其实拢是利用安尼个方式来看看，因新界六对客家庄，按多个朋友係以前係用順，你下越好嘅環境嘅時，係咪是得發展個越好啊？我就傾向個行通站，就可以加入自家嘅學校嘅特色，無論總頭嘅特色。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建良何主任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今年咧客家教育行通站有乜個特色？我就想問一下主任，因為頭個已經有講到講，入邊主題嘅內容係乜個東西，但是入邊展出嘅形式有哪度？一開始當感謝講，托佛教係時，第一擺嘛係問看看呢個佛教。因為我到迪拜去共同來做嘛，開始大家其實嘛規模限，大家嘛有同有想法，開始用到國小嘅先生啦、教宗咧都，尤其特別感謝王主任啦，跟特別講啊，安尼來試看看，嚇，佢本來嘛當客氣講，佢嘛是咧樣本其他學校優先啦，不過大家係咧跟同佢來合作，用安尼方式都提嘅個講，先想法嚟講。相關嘅東西都係土地會站以後呢，限我拿出去某部嘅教育，安尼資源上是得永續運用嘅嗬。故說俺哋想第一個部分係總說，想了解到咖喱鋪都係咖喱鋪相關嘅總說，嗬講土地會總頭選到呢個故事，佢係用順嘅故事。第二個俺都想用順來表現嘅。新人嚟學習嘅時，像繪本啊、聽故事，佢同親有興趣。俺都用以前嘅故事上嘅方式，用繪本，做繪本有動漿，佢用安尼用轉啊時，有樣像以前嗬，睇人細子看以前嘅故事相關嗬。過來就係講，俺用安尼嘅木做嘅啦，相關鐵架啦，就是得方便了學生學習嘅時，是得多元嘅變化運用。因為你站倉差不多20平嘅呢，20平都已經教室嘛，嗬。過來就有想到講，你下學生，因為我仲有講，我有希望講是得講客家話嗬。佢說像學生嘅學習嘅時，我希望佢用講客嘅念童謠也好啦，採體嘅相關嘅文章用順。運用嘅時，一定要用客家話來練習。上了班我仲有講，李福先生嘅來，鐵拳先生觀眾，佢自家嘛錄音來同大家來共同學習。呢都是得用一下清流行嘅普通式嘅，可能用電腦啦，已經電腦啊咧，平板啊咧。傾一下，就是得推發。當然，我嘛希望講，最每一時係咧用一張相關嘅音樂啦、展示咧掉嗬。不過看起來嚟講，其實得用自家來發展。我做下講係像呢本書，你要探討親情，嘛是得。你要講因為看到客家莊還有原住民總頭，講不同嘅動物、植物，你嘛是得。當然像米農親有名到
农业的啊，吼，佢对相关嘅水库嘅故事啊，讲到因对相关嘅体力环境嘅保护啦，等等等，用安尼嘅方式。可是讲20平地步，硬系用安尼嘅像模组嘅方式，本大家实在来运用。那么当感谢了到先生还有学生吼，像相关嘅图都实在看得出来。俩体集嘅都讲啊，佢开始，你看那个讲故事嘅阿婆，佢其实都系采体人士啊，佢来讲啊，自家相关嘅故事来本小朋友来听啊，其实当到了下，可能冇像以前安尼大家族啊，吼，自家嘅阿婆可能伊嘛冇法度，当然拢有同阿婆嘅变顺同佢乡下讲法。啊，安尼方式，早期嘅阿婆嘛变成自家嘅阿婆，是得共同来。啊，当然，我仲有讲，你采体性嘅故事是得用安尼方式，像掠都系开始，其实咧对自家采体嘅植物啦，哈，还有不同嘅种条用无相款啦。像当然咧，像咱绿队嘛，在做盘法咧对咩？啊，咧对嘛是得做一集，对自家嘅。总条嘅文化性嘅学习来共同结合，啊，当然学生俺希望讲佢用不同嘅方式来表现。今日佢先从开始，两个小朋友亲密讲，佢讲自家嘅阿公，用说讲到东升去，大家拿到欢喜讲，虽然要用刻画，要用俩自家嘅，因为每一天讲大家拢有自家嘅阿婆。阿公时代来讲，不过佢拄好有讲出来时，本大家有感觉讲，每一散拢有自家嘅家庭，而嘅家族用自家嘅家庭故事来同大家分享，另外一种练习，因为有个人对小孩时，对自家嘅家人，拢充满了感情啦，越太狠都越唔敢讲，感觉讲自家慢慢无嘅故事同人分享，其实我感觉呢都係一種。对感情嘅一种练习，因为當多人冇感覺講，也太很多唔記得講自家以前家庭嘅阿公阿婆啦，也愛對人用順錫，可能較太很咧，本來應該越來越懂，愛同相關嘅彙報嘅時，又因為當多話講唔清楚啊，唔敢講，其實我感覺同學教嘅時，而關係來講，都仲有屋下嘛是嚟個分享，大家攏用安尼方式。不單唱分享總條配人嘅故事，嘛是在分享自家嘅故事。像當初安尼啲學教吼，譬如講有一種鄉下伊，我哋講共創啦，鄉下伊創作一啲展覽嘅內容嘅一啲學教來講嘅話，伊當初很樣嘅顯出來咯。你第一擺就係講開始ที่個學教係你選講較有意願啦，嗬。開始因為我主要有講嘛，我以前紀錄站頭做隊啦，先鋒隊攏做過，第擺當然希望講有隊來優先啦，嗬。開始當感謝閩南嘅龍都國小嘅林高中啦，王鳳松主任一條人來打幫啦，嗬。我嘛希望想做下主持人同俺分享來講。因為呢個事情，做越多元嘅發展嘅時，像採體人士，像開始閩南嘅黃偉傑，佢本身當熱情啊，特別俺也有講，有乜嘅方式是對故鄉用佢嘅按有才華寫相關嘅歌曲啦，來帶動大家來共同來創作，像呢擺都有佢要帶動。所有嘅學生共同來創一條田田，嗰種心情、嗰種歌詞，對佢來講一定比俺很幸福。俺感覺安尼做事情對佢來講，不單止係學習，嘛係種幸福嘅感覺。還有一位先生，佢本身未帶到閩南嘅綠隊嘅家中，佢對外地來，不過佢因為佢可能從研對呢條行動站啦，相關嘅學生嘅教研嘅，佢有興趣到入嚟做俺嘅策展人。佢嘛為到俺下了一條同名嘅咖喱鋪，開始天氣衝起來，嘛當感動啦。因為有個人都係你參與呢個事情，你將會啲講綠隊客家中相關嘅咖喱鋪，相關嘅總理佛先生嘅故事，佢要用自家嘅心情去對話衝出來。嗰種當年嘅感情啊，講佢嚟觀察佢嘅對話，
对因七家来做展览嘅人，又会感觉讲同好，因为掠个意思就讲，下一摆因啊到后队啊到中队嘅时，蔡地庆嘅故事嘛是得过来，可是俺俩系用列摆，就是用那个故事出去选出来以后做了相关嘅教材，是得轮流来用，大家来运用。啊，听伊俺很多年六队运动会，大家嘛同乡下介对总条嘅故事嘛，俺哋嘛六队运动会相关嘅文化性啊，还有人来主角啦，男人论论以前参与嘅方面，你哋慢慢整理好咧，啊，念嘛系另外一套。佢说下一摆。你也讲，我讲共同的故事，六队运动会嘛是来做练习，因为大家拢系到六队客家庄，对六队运动会一定有印象。啊，可能人家怎讲啊？阿公阿婆以前佢新年参加过啊，佢有乜嘅故事是来分享。啊，你客家年少嘅人生人咧，啊，你总头头人今年头人会办的事，你用什么心情来参与？啊，讲那年你要去另外嘅总头要参与，嗰種你下。都去記錄落來、寫落來，啊講分享落來。你30年以後、50年以後來看，又對了因七家頭總條嘅故事，都會安尼疊加啦。本人感覺講，因總條嘅故事對不同年代嘅人，攏有用心去做相關嘅傳承，做相關嘅記憶，大家長輩對了嘅故事越來越豐富，嘛越來越多元。可是其實也真係已經唔係我哋講單方面嘅展覽嘅。也係一種展覽嘅事情，從看展覽嘅人互相結合嘅一個展覽。當然，我希望講教研都係一個親好嘅素材啦，嗬。我咪下一擺希望講社區嘅人士，咪是用教研做一個中心，就像我哋下六隊文化園區，咪係六隊嘅一個平台，一個中心。其實當多嘅素材攏是在對總頭變七家嘅中心來做平台來做分享。啊，按做下講嘅語言啦、相關嘅故事啦，還有未來性，總下會本人看到講，越來越一定會好。冇錯。嗰所以啲展覽唔單止係一啲平面嘅靜態嘅展覽，其實一啲好展覽，亦唔單止可以影響人生，同時還會把人嘅人同人嘅展覽結合起來。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客家 V&B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建良、何主任嚟到現場同你分享講，日擺客家嘅教人行通展地方，也無強樣嘅展覽形式很樣嘅。但是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從我哋嘛辦過展覽嘛，但是想到講要同佢哋學校合作，同時要辦學校安泰嘅自由圖，因為你看啦，又唔單止這個設計也為嘅總體嘅特色、學校嘅特色，同時又話要按到嘅，譬如講做劇嘅人啊來寫主題曲，唔得按係一來一去花一段時間去做溝通嘅工作。你都係講博物館嘅想法講，咱做一個支持者。好，可是想法可能係講，希望是在按呢種對話，啊，其實希望乜嘅資源係是，社區人士啦、家長會啦，還有俺都係做相關嘅資源是來運用。啊，當然了解到感謝啊，像做下講啊，有個係俺自家嘅拜託嘅，佢本身有在地性上會嘅先生佢來做。客家嘅歌曲列到同好，啊，下一擺到其他隊嘅時，佢可能有不同嘅人才、不同嘅參與嘅方式。啊，我嘛希望講，呢個模式底部呢，已經用過嘅東西，大家是得來用，因為伊用係雖然佢哋係閩南嘅為佢先生寫嘅，不過佢嘅歌詞都係甜甜，都係客家。啊，呢嘛是得其他種條嘅人，嘛是得。來運用，啊，你要拄好講，又有佢較新嘅，又有較好嘅，當然反映。啊，大家嘅意思就係講，現有嘅資源咧，優先來充分運用。像不講行通展係用順惠嘅啦，用大家是得來用分享一幫就一幫嘅方式，啊，到每個學校啊，每個總條啊，嚇相關嘅社區
发展学会，其实无相款嘅素材，其实在国家其他嘅元素入来。咁上入嘅已經有一啲地方，我哋講地方行出去嘛，嗬。睇下人哋非常樣咯。我哋當感謝同頭人係大幫，實在當好，因為上禮拜高雄市客家委員會，佢今日到現場看到，佢都講，佢哋喺繁華公園去做相關嘅開幕嘅事，呢一種公園嘅方式是本人老了咩？啊，佢係用安尼嘅展覽。用相關嘅人來表演嘅事，因為加成其他高雄市嘅客家嘅動電症嘅肢體，見到佢唱到嘅龍都國小嘅小朋友，佢會表演啲嘅咖喱婆，還有高雄圖書館嘅美濃分館，佢都好去做總理府先生佢相關嘅文學嘅展覽。相當緊要啲佢嘛同俺聯絡過，你演嘅東西係咪該從相關嘅時節嚟是不用空下來展覽，你都係俺該是想愛做嘅事情個，依個東西做出來，大家是得共同來運用，運用嘅過程就會感覺講，用順來結合，用順個增加嘅展演內容，你俺感覺同親好，當然你下當翻譯就講，後隊啦、中隊嘅學校。嘛來申請咧，我希望明年115年，兩屆學期仲還有相關嘅學校開始同俺來互動，佢要講自家嘅故事，俺當然希望講呢條資源先不去用，像俺來推再過去，仲還唔是出錢，仲還俺出錢，俺嘛聽到開始嘅分享嘅是，高雄鎮嘅代表要來，後隊嘅。中鄉中開始本來咁啊當咁通佢講，聽到安尼嘅事情佢講咁啊當好講，俺安尼拿過去唔是錢，佢也講佢自家後隊嘅學校我申請，佢要錢出錢來補佢來加強發展，俺嘛希望講當到鄉鎮公所其實都冇安尼想啦，對講做好有啲素材嘅事，佢都用安尼嘅方式來結合。我相信對人自家嘅客家嘅族群嘅故事、客家話，還有像多元族群不同嘅時代嘅人來看啲下嘅客家莊，共同來講故事，會感覺越來越好。但是按你談好了，發現講，順非常完全冇共用，而唔單止講唔把東西做好嘅送過去，同時嘛希望講唔站出啲單位學校來講嘅話，而嘛要加入自家嘅學校特色，同時先生嘛要加入其中，因為你一定要專門本聲音嚟談。但是有條先生可能冇辦法去規劃用客話去講嘢故事嘅時節，也有乜嘅教育嘅方法冇？亦都俺當感謝後，俺哋做嘅事，俺嘛找到相關嘅學校，你差唔多有20萬間嘅學校，共同由先生來參與。俺希望係當然，俺嘅客家族群咩用客家話。其實你都總參加嘅人咧，到學校到社區嘅事，要個重體安排好咧，起碼有其他嘅故事是得講起來嘅，還係有人來講到當精彩。俺哋都人是得來陪伴，其實得落場去講，起碼是得做一隻陪伴者。看得講嘅人，佢可以加油，可以分享。呢一種方式，我感覺當好，像做講嘢嘅事，咪有相關嘅發通，都會發現講唔係人載體嘅總體人嚟咯，其他人來看到呢個講故事嘅人，用咖喱婆，用總理婆先生嘅文學作品，用按好聽嘅客家話，用繪本相關嘅展示嘅故事嘅內容嘅事，嗰種當人會感覺講。來到對客家文化園區，當然都有不同嘅方式，是嚟參與客家文化嘅對話，多年嘅學習欣賞，呢對我建議用不同嘅方式，目標係嚟強化，希望用安嘅方式來做博物館一隻平台，做人同人之間來對嘅素材，對了解對話欣賞，越來多人，有時嚟講，我嘛貢獻一絲絲力量。我相信力量唔單止一絲絲啦，因為其實一啲一絲絲，其實會變成一個國體力量。最重要係講，我會感覺到講，其實有啲力量一直展現出來，去表現到講我哋客家文化人氣，而家行出去，主動去把我哋自家嘅文化，去主動去修改本。
好，唔要等讲，我哋文化人去能看到某个东西，更加我哋把我哋嘅文化、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客家文学带本去看，好，同时结合到你自家身份，结合到你自家总体的一些多多少少的事情，变成客家人共下的一个客家的文化记忆。但是我想起一个问题，就讲，其实像我哋当初做亚的一个行通站的时间啦，有想到讲，譬如讲，你今开始大部分可能是希望讲，學教來食，但是我睇你想到講，家中我喺台北市六對同鄉邊嘛，那可以食嘛？是的，咱嘛希望讲，你下嘅方式就讲，六对天气嘅学校、xã起來就當然都相關嘅錢眼來納，其他單位因為較嚴嘅吼，俺當然希望講大家資源來共同運用，你也講是得同俺來做推廣、來做培養，俺當然會希望是得合作。不過體不限係講採體嘅學校啦、xã起啦優先，其他嘅方式，俺會想辦法，因為你下。不但這樣嘅教研地位可能到，你也送俺嘅名站，有一個720度 VR 嘅地位都有兩度國小，都一開始用盡參與了展覽，還有展覽嘅時嘅分享成果啦，還有人去參觀嘅時嘅相關樣態，總係看得到。我感覺呢一種嘅方式，都係一個博物館是得做到嘅講，應該距離。當然嘛冇要緊，你是得先了解。有人也講，應該會嘛有相關嘅資源上嘅運用。當然俺會越來越歡喜。其實俺唔單止希望國內啦，下禮拜有國際朋友來，俺嘛是得用俺嘅方式，可能語言嘅方式，個加強入去講客家人，變成用相關嘅導覽機器，用英文啊、日文。我感覺呢種係有可能性嚟。真是係啲行通啦，我哋冇辦法使我哋嘅博物館，但是我哋可以把博物館內容送去人xã區地方去，因為其實也對幾多嘅更加嘅xã區人來講，譬如講我哋有啲嘅可能睇人啥，好，以前可能譬如講頭先我哋咧主任講到綠隊運動會。伊係有感情嘅樣，伊係，但是你講你係咪帶去那啲地方去看綠隊運動會嘅展覽，可能伊冇辦法行過去。但是咁樣佢睇下xã區地方，甚至講睇伊下邊總頭地方學校有安尼展覽，伊都可以全都可以看。因為對人來講法，伊哋可能萬世人強時節，伊哋錯能情境去參加過我哋綠隊運動會。可是我發現到講，有啲行通站，唔單止講更加講，同冇唔錯體育團體教人啦。好，後來都我哋綠隊嘅大大細細xã區啦，可以去申請。咁近期喏，近期有乜嘅展覽冇？當然，我希望講用那個方式，最近相關嘅發通，當然每一時大家攏會提講，我係教秋又會秋書啦，展覽嘅地方，我嘛係希望講用那個方式，呢幾年希望用行通站做我嘅主要嘅發展。因為紀錄展啊，同地標展示啊，還有我們係咪去找相關嘅機會，像之前嘅同故宮啦，還有其他前後嘅博物館所嘅相關嘅研究來做相關嘅展出。像前一本相關嘅展覽攏得獎，我們希望講大家是得用俺嘅平台參與嘅時，都越來越多人。想做下主持人講啊，一啥貢獻，一出力量越來越大。你參時間啱啱參加觀光暑假觀光2點獎嘅參與，我哋下嘛係兩個園區攏係百大景點啦。綠隊園區咧還係前30名都喺扶貧嘅階段。我希望講用按呢個方式，會一年來做相關嘅學習，像同整理相關嘅報告本人了解嘅事，看到介條專家，佢可能咧全國前有名嘅旅遊嘅專家，佢看到俺用文化、用族群，含喺田定國家嘅相關嘅，不管是國旅啦，爭取國際來賓來到俺嘅園區，佢送俺冇譬講，俺係用文化，俺係用環境用熟，俺係用綠隊總頭來做一個串合心，同人來分享。呢種東西唔會退流行啦，因為以前係用順嘅綠隊，呢下係乜嘅綠隊，以後係用順嘅綠隊，一定會隨着時間不同的改變
哈时间拢有人要来同咱共同参与，同咱鼓励啊，给咱机会啊，听咱讲故事，啊，起码是在对话讲其他故事。冇错。告诉我们六对客家文化人气，唔单止算是我们六对客家文化嘅一个可以创业嘅文化平台，同时伊嘛用伊下嘅行通展示嘅，而係伊嘅行通嘅博物館。今日我感謝我哋主演嚟到現場分享很多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有閒來阮六對人氣聊聊哦。休息下我都聽下哋線上來強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